兩港地區嘅人識做生意，因為血緣嘅團結，宗祠裏頭嘅團結唔同於社會嘅其他嘅組織，係最高級別嘅團結。因為喺北方，我哋知道係更追求社會嘅權力地位，所以呢就可以影響到子弟如果去經商，可能得唔到家族嘅傳承。南方由於佢宗祠文化，好多嘅子弟得到家族嘅承認，同時得到祖輩嘅第一桶金。南方人呢，佢比較中意安心嘅過自己嘅日子，同時呢追求生活嘅品質，喺人生嘅流動裏頭，可以從呢個地方到嗰個地方，可以去陌生嘅地方去冒險，比如下南洋，同不同嘅國家民族之間嘅交往，呢個都係商業文明必須要有嘅基因，就係冒險。家族內部係非常之團結嘅，對祖先嘅尊重感恩啊，可以理解為家族團建。因為所有人喺宗祠嘅祭拜裏頭，將家族裏頭嘅長幼尊卑、社會地位擺得好清楚，大家就好團結。家族內部本身就係一個商業聯盟，因為商業活動係需要不同嘅環節分工合作做嘅項目啊，全部嘅資源都集中到一齊啦，彼此之間就做生意，又可以通過婚姻本身就係資源整合，家族血脈資源嘅呢種整合，彼此之間呢等於有擔保，大家做事係比較互相信賴嘅。我大家聯合去做一個生意，到秋天嘅時候，如果失敗咗之後，從合夥人嘅角度嚟講，好多人會互相指責，但宗族嘅呢種行為方式，所有人係互相幫襯，大家就等於風險共擔，等於攤平咗呢個成本，到來年重新再做，好似又翻盤咯。通過呢種宗族嘅內部嘅凝聚，將商業活動嘅風險損失降到最低。商業活動有風險有失敗，其實係好正常嘅。有咗祖先嘅激勵，即使今年收成唔好，今年有損失，第二年第三年好咪得咯。咁啊，當人嘅心願發射俾祖先嘅時候，祖先的確會對呢啲後人能夠進行一種庇護，起碼大家心裏頭都有嗰道光，知道自己會得到祖先嘅庇護，就能夠激勵咗好多嘅南方嘅企業家再戰江湖，要感恩祭祀祖先，因為人要感通天地，所以呢人無論外面嘅生意係好壞，都會有一個對天地嘅祭祀。喺祭祀嘅時候呢，所有人嘅力量呢都合到一齊，祖先唔會睇到懶惰嘅子孫，一定要你自己真正嘅勤力嘅去做事，祖先先會庇佑。